拜见惠后。母后，王叔免礼，出什么事了？惠后可知，昨日和今日咸阳城内外各路兵马调遣甚急。怎么回事？有魏夫人的儿子公子华的人马，也有魏良人的儿子公子池的人马，更有魏冉的人马。魏冉不是在蜀中平乱吗？身为将领，无照擅自回京，当诛杀！我也是今日才看到巴蜀那边传来的报捷文书，蜀中乱象已平，陈庄、伏诛、司马错和魏冉已立下大功。魏冉回京是奉司马错之命带兵回来复命的。魏冉回京这么大的事，大王和王叔竟然事先毫无察觉。那文书被张仪扣在手里多日，我今日问他，他说是因先王病重又至驾崩，所以不是要紧的政务就推延递交了。而魏冉说是奉司马错之命，但他日夜兼程，用了不到5日就赶回来了。就算赶回来又怎样？大秦法度森严，他身为带兵之将，难道还敢造反不成？他大约是听说了什么。无把柄，朱公子和魏冉想闹事也闹不起来，但若是有了借口，他们想造反却容易得很呐。以王叔之见，当如何处置？臣听说，惠后打算让芈八子、公子季，还有樊长史为先王殉葬。是又如何？此举万万不可。当日，臣曾劝先王，为使大秦国政不生动荡，要保王后、保太子。今日，臣亦斗胆劝惠后大王，当以安抚朱公子为上。如何安抚？先王不是下了诏书，分封宫中的朱公子吗？让朱夫人随子就封便是。别人可恕，那芈月与樊长史绝不可恕。母后，勿为妇人之见，坏了大事。我对父王那是发过毒誓的。你懂什么？我正是为你的江山着想。实话告诉你，那道封公子季为蜀侯的诏书已经被我给烧了。我并非睚眦必报之人，但我断断不能让芈月母子占据巴蜀。巴蜀地形险要，更是富庶之地。若让芈月和公子季占据巴蜀，定会尾大不掉。再加上司马错和魏冉撑腰，随时可与朝堂对峙。新王即位，当以稳定为上。惠后，千万要慎重啊！多谢王叔提醒，我自当深明大义。过去真是小觑了惠后，没想到她狠起来，赶尽杀绝，一点不念旧情，还真是让人甘拜下风啊！哼，谁让他们挡了我夫君的道呢？姑母，不知您是否听说，先王临终之时留下了遗诏？遗诏？什么遗诏？说是与王位有关。前几日刚听说那遗诏的流言，姨儿都为姑母捏了一把汗呢。这些年，惠后为了我夫君的储君之位，已经走火入魔，好不容易让我夫君坐上了宣誓大殿，如今又冒出了个遗诏之说。若不查出个结果，先王10几个公子的脑袋都危如累卵。幸好后来又传说那遗诏在芈月手中，也就是说这件事只和公子季有关，姨儿这才松了一口气。那芈月的命实在是太好了，他那弟弟赶回来救他了。母后息怒，既不能分封迎继，又不能将他们母子留在咸阳，真让我为难。芈月的命攥在母后手里，母后还不是让她如何便如何了？说起来容易，虽然那芈月的命攥在我手心里，
但我却真不能把他如何。母后，昨日接到我父王来信，得知先秦王过世，他便让孩儿转告母后，不要过于哀伤。逝者已矣，生者如斯。谢你父王惦念。自打前年先王将公子瑶送到魏国为质，去年荡儿迎娶你为太子妃之后，秦魏两国是越走越亲了。母后，您这么一说，倒是提醒孩儿了。王之诸子，除了分封，还有一职分。你是说两国交质？不知母后以为如何？你是说让他们当质子？我与那芈月都出自楚国，我王兄恨透了他们母子，就送他们去楚国，恐怕不妥。母后，楚国固然是您的母国，但同样也是芈八子的母国。楚国紧邻巴蜀，而魏冉偏偏又是蜀地将领。芈八子的另一个弟弟芈戎也在楚国。如果让他们这些人在巴蜀会合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此话有理。最好有一处地方，有一个人不喜欢芈月，刚好又能听我们调遣。姨儿不说，我还真想不起来。这世上还真有那么一个地方，还真有那么一个人。他何止是不喜欢芈月，简直是不共戴天。就算食其肉，寝其皮，也不能解其心头之怨。你还真是不怕死啊！有人已经自掘坟墓，我只不过是先行一步。可惜呀，你想死，我却不能让你如愿。一来先王身份何等尊贵，让你陪葬，实在不配；二来有位故人在燕国等你叙旧，我也不好阻拦。你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害人的手段。大王开恩，你将陪同公子稷到燕国为质。燕国有孟爷，曾与你交情不错。大公主仁厚，若是他，你定不会把我放到他的手里。封公子至为长陵君，封公子瑾为豫君，封公子辉为蜀侯，封公子少公为丹阳君，公子稷入燕国为质。先王的公子他都有胆有识，分封后还是你大有所为的。郑将军说的有道理，何须到巴蜀？天高君王远，的确可以做到。主卿可还有异议主张？先王有10几位公子，兄长个个列土封疆，唯公子稷年纪最幼，却要去往冰雪满地的燕国为质，厚此薄彼，难以服众。长子所言甚是。正因为公子稷年纪幼小，未立寸功，不好列土封疆。据说先王早有安排，要将巴蜀之地交与公子稷打理。张子休得胡说！想那蜀国地大物博，管理起来头绪杂乱，先王怎会将此重任交到一个小孩子手里？更何况，秦燕两国如手如足，此去燕国为质，是嬴稷身为嬴氏子孙的职责。先王生前最疼爱公子稷，不分封公子稷，反而
让他入燕国为质子，只怕也和先王的遗愿。这质子之事过于突兀，何不缓一缓再做商议？既然是众公子分封，还是不要失了退场才好。八字此去山高路远，千万照顾好自己和公子。有人一心想要你死，只有活下去才有盼头。雍大人、张子，你们也要好生保重。那是自然。当初你不愿意留在秦宫，看来你是对的。张仪糊涂啊！但是张仪还要等到有朝一日鲁布依仗，迎接芈八子和公子季回朝。到那时，只要张仪还有一口气，一定会尽心竭力来辅佐公子季。千里送君，终有一别。两位就不要再送了。芈八子，公子季，这位是杜景将军。由他护送你二位入燕。再告诉八子一声，那樊长史割舍不下与先王的情分，已经在宫里上吊自尽了。大王会好好的发送樊长史的。樊长史真是个有情有义之人呐。走吧，芈八子，小的在这儿祝你一路顺风，诸事顺心。二位大人，小的先回去了。此去燕国，千里迢迢，危难四伏，险阻重重。芈八子和公子季就算是能撑到燕国，一条命也去了半条。怪我当初真不该劝他留下。祸兮福兮。好了，我也走了。丞相，如今大秦在列国当中如日中天，张子居功至伟，就这么走了，不后悔吗？后悔？侍奉一个刚愎自用、蠢笨无比的君王，是给自己找罪受。更何况，会后是不容我的。
说不定眼下正在想着如何取我的性命。哈哈哈哈！你们雍家不一样，雍家是秦国的显族，根基深，一时半刻他不敢碰你。我只是心里还有一件事情搁不下，还想拜托雍公子。长子但说无妨。倘有一日，芈月母子能否极泰来，重回秦国，还望雍氏家族能够瞻情顾义，助他们母子俩一臂之力。就像我刚才讲的，但凡有一息尚存，张仪一定回到秦国，共图大业。你答应吗？雍蕊定不负长子所托。好，那就谢了。走了。车子上官到了吗？是。车马走得这么慢，弄不好天黑时赶不到驿站呢。说是走得慢，可是也不停下来让我们喝水吃东西，也不知道他们打的什么主意。会后是存心不想让我们活着到燕国，什么都不让我们带出来。若是身边有些钱财，也好求他们行个方便。看那个杜姐是极不好相处的，光用话求她，只怕无用。恐怕他们也不想要我们即刻就死。那他们要我们什么时候死才甘心啊？我也只是猜测，会后本意该是要将我们母子剥夫削族才好，也不知为何突然变了主意。怎么回事啊？都在车里坐好了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我不让你们下车，不许下车。香儿，跟我下去看看。杜将军，出了何事？车轱辘坏了。天色不早了，赶紧找人修理吧。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哪里有人？只能委屈八子了。杜将军，这是何意？难道从未有人告知八子，除了这车马，人的双腿也是用来走路的吗？杜将军该心中有数，车中皆是妇孺老幼，若无车马，能行多远？只怕半夜都到不了驿站。谁说我们要住在驿站？八子真是宫中富贵之人，已经做了质子，还想着宫里的荣华，日日还等着有人好茶好饭的侍奉。走吧，学会风餐露宿是早晚的事儿。哼，刚出了咸阳，就这么急不可待吗？恕臣无礼。八子，乘车而行，想也不要想了，走还是不走？你们质子的衣食住行都由我说了算，老实顺从，两下好说。耍花样滑头，哼，那就需要怪微臣翻脸不认人了。这马鞭子打着你们，就是爬，也要给我爬到进城去。你们几个，把他们从车里给我拖下来！哎，是。公子既是先王之幼子，大王的兄弟，你们谁敢动？大王若真喜欢这个兄弟，也不会送他做质子。你敢！大秦律法严明，质子行凶违法，也可获罪格杀。上！上来！上来！什么人？住手！小冉！将军，将军！哎！将军！将军！哎！将军！
放下兵器！放下兵器！放下兵器！别打！将军，将军别打呀！萧然，你竟然对我姐姐无礼，还要欺负我的外甥，先让你尝尝这个面子，再砍了你的狗头！饶命！夫人饶命啊！在下也是不得已啊！萧然，你是奉何人之命？究竟让你做些什么？说。宫里只是让我想些办法，让公子和夫人在路上多吃些苦头。好啊，既然敢做别人的狗，就得做好被宰的准备。米夫人饶命！米夫人饶命啊！我也是没有办法。小的家中老的老，小的小，被人挟持，真的是身不由己啊！夫人，萧然，暂且留他一条命吧。把这个狗东西给我押下去。是。谢谢夫人，谢谢将军，谢谢夫人。舅舅，姐儿，舅舅，啊，亏得你及时赶到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离开咸阳城之前，他们就把车轱辘上的铁钉卸去了一下。能走到这儿，已经算是万幸。姐姐，咱们得在天黑之前赶回驿站。在那儿，你也可以好好歇歇。我可要追上你了，萧然，亏得你带人来，不然继儿和魁扑他肯定要吃苦头。自从得知会后要把姐姐和继儿送到燕国去做质子，我就猜到他们会在路上做手脚，所以一路跟过来。但还是没想到他们这么迫不及待，刚出咸阳一日，就凶相毕露。那妒忌，大约也是为了向主子邀功心切。姐姐也要尽快拿定主意，今晚投宿驿站，你我要好好商议下一步该去哪儿。去哪儿？去燕国，犹如羊入虎口，在那里还不知道有多少凶险等着姐姐，笃定是去不得。可除了燕国，我们又能去哪里？秦国虽大，却无我们母子立足之地。继儿是秦国派往燕国的质子，出逃到燕国之外的任何地方都是杀身之罪。我们若如此做，只怕正合了会后的心思。更何况，眼下哪一国肯为了庇护我们而去得罪强秦？大不了就逃了，又如何？只怕那时会后他们也鞭长莫及吧。继儿是先王之子，秦国是他的母国，他的父王还指望他有一日能为母国社稷出力。若成了一名逃犯，那当真是断送了继儿的一切。那我跟姐姐一起去燕国。不，你不能去。姐姐，记着，有你在秦国，想办法立住脚，将来才有姐姐和继儿的归路。我听姐姐的，不过至少我也要送姐姐到赵国边境，穿过赵国，你们就可以平安到达燕国了。会后，人请来了吗？迎夫人说她身子不适。自从先王过世，迎夫人的身子就从未好过。是迎夫人不知好歹。那日我问芈月遗诏的事，她说她不知，我还一直不信，以为她骗我。此刻琢磨，她当时的神情和口气，却不像是作假。这么说，那遗诏与她无关？先王那么偏宠芈月母子，遗诏肯定与他们有关，只是东西不在芈月手里罢了。那会在哪儿呢？此刻谁躲着怕见我，就该在谁那儿。
尹夫人的琴声至色呜咽，雅人听了是高山流水，俗人听了不过是对牛鼓簧罢了。我曾3番5次的派人请夫人到宫中相聚，都被夫人婉拒了。今日我只好亲自来了，从夫人的琴声中听出，夫人的身子果然不适。这琴声忐忑，看来是心病。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喊门。会后突然光临我的寒舍，定不是来听我抚琴的吧？之前早想来看望夫人，可知道夫人喜欢肃静，才没能前来打搅。眼下我这大门明明是任人出入，还说什么打搅？听说先王在世时，常来向夫人讨教。今日我也有一事迷惑不解，还望夫人可以指点。讲。不知夫人是否听说，先王临终时，曾留下一样东西？先王留下的东西，不都在会后的宫中吗？可这样东西，偏偏落在了邢夫人手中。若真有这种事情，那就说明这东西本不应该你得到。夫人不要糊涂，先王去世前已经立我当儿为王，你我若能和睦相处，我一定好好侍奉夫人，让夫人安富尊荣，颐养天年。可笑，这天下明明是秦人的天下，列祖列宗的眼睛时时刻刻盯着每一个人。嬴荡若能管好这江山社稷便罢，若管不好，老天说把他收了，便收了。我可是诚心诚意的来向你示好。我这个人一向是我行我素。好，我已经仁至义尽了。我相信夫人不愿意说的秘密，一定会有人愿意告诉我。方甲在，把这宫里的侍女全都押到永巷去。你敢？是。带走。夫人救我！快走！夫人，夫人走！救我！走！夫人，夫人，慢着！会后，会后，张姐，邢夫人，会后大驾光临北郊行宫，真是让人又惊又喜。会后这是来搜宫的。这北郊行宫是先王赐给嬴夫人的住处，先王刚走，这嬴夫人的住处便被搅得鸡犬不宁。先王地下有知，恐怕会恼怒不安吧。不知会后为何事大动干戈？宫中丢了一样至宝，有人看见是嬴夫人的手下拿了，我过来问个究竟。那是什么宝物？有何证据证明此东西在嬴夫人这里？道听途说，不足为凭。嬴夫人也是微臣的长姐，看在先王的份上，给老臣个面子。车厘子，雍大人，我并不是想为难嬴夫人，可嬴夫人一心与我作对，还望二位能够劝嬴夫人回心转意。我有的是耐心，若这东西真在嬴夫人手里，迟早我是会知道的。回宫。既然会后盯上了你，他就不会善罢甘休。不如你我离开此地，暂时避避风头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带我一起离开秦国，逍遥人生？你若愿意，明日便可启程。先王对我有所托付，我要在这里替先王看着嬴荡的一举一动，岂能随意离去？你这个人呢？你认识我这么多年了，要想变也难了。好。
那我就在咸阳城里陪着你。姐姐，我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。拐过这个山口，前面就是赵国边境。听说你家里还有1妻3妾，2个儿子，3个女儿，还有一个68岁的老母，是吗？将军，这是何意啊？既然你也是奉命行事，我也不想为难你。这次我姐姐遵旨要去燕国，这剩下的路途，还得劳烦您多多照应。将军放心，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你跟我姐姐一起入燕，一路上若是平安无事，大家自然交个朋友。但若是我姐姐或者继儿出了什么意外，你那一家老小……啊，将军，请您放心。姑姑，保重。继儿，切记，前路茫茫，你是母亲身边唯一的男子汉，凡事多为母亲着想。继儿记住了。姐姐，此去千里，不知何时才能再见。小冉，盼着姐姐和继儿早日归秦。小冉，起来。小冉放心，姐姐走了，你和白起留在大齐。遇事要先学会自保，千万不能硬碰硬。有你们在，我和继儿也有份期望。儿郎们，今日的买卖做得值当，你们没给本王丢人现眼。来吃，喝。大王，咱们这次运气不错，一出手就碰上了几只肥羊。哼，秦王死了，如今秦国上下手忙脚乱，再也顾不上咱们。如果这时候我们不去四处打点秋菜，如何过渡？对，来。大王，大王，你看，天助我也！儿郎们，过来！大王，买卖上完了。杜将军，快到中午了，让大家喝口水，歇歇脚，吃口干粮吧。是，夫人说的对。龙族来袭，大家小心防备。容祖来。我们大王不劫女色，只劫钱财。识相的留下身边钱财，各自走路，免得两下伤了和气。夫人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将军不必大动干戈，他们是妾身的故人，让我前去与他们说说话。你们都在车里坐好了，谁都不许下车。虎威将军，芈月在此有礼了。月公主，几载不见，义渠君又做起旧日买卖了。这草原上的百姓得吃得喝呀，不做生意怎么活？那芈月愿意和义渠君谈笔好生意。好啊！你们在这边等我，我去就来。
这是赵国土地，你竟敢随意打劫？原来这个地方也是我义渠的地盘，虽说眼下被他们抢去了，但是我义渠人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哎，岳公主怎么会来这儿呢？秦王去世，新王和会后秘书要我和姬儿入燕为质子。去燕国？那个地方冰天雪地，鸟都不拉屎。芈月信我，去燕国已经是死里逃生。那会后芈书不是你亲姐姐吗？秦王尸骨未寒就欺辱你们母子，这个女人的心怎么这么狠毒？天不灭我芈月，义渠君不必担心。既然如此，你索性跟我走吧。去哪儿？回义渠，那儿天高云阔，逍遥自在，整个草原任你我驰骋啊！什么会后秦王，见鬼去吧！你们义渠已经对秦称臣，怎可无人管束？既然惠文王死了，那会后为人如此卑劣，干脆我义渠反了。当初我义渠是对惠文王称臣，如今惠文王走了，他会后算个什么东西？敢欺辱岳公主你！我此时没带人杀进咸阳，算他的运气。你犯不上为了我与整个秦国为敌。别人怕秦国，我不怕。你跟我回义渠，我做大王，你做王后，我保你跟孩儿一世安稳周全。繁星如许，明月如初，前尘往事从何起数？心有情丝万千束，却生得一缕孤独。春花开谢，秋草又枯，盛衰荣辱，如何细数？泥水暖，渭水寒，换不回一人如故。尝尽悲欢离合人间苦，却怎么咫尺天涯陌路？去心诉，是一度，去情再相负。愿为你平静柔情傲骨，望尽相思红颜凋零处。我只愿与你朝朝暮暮，爱如心，恨如骨，生死再相负。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，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。哎，岳公主怎么会来这儿呢？秦王去世，新王和会后秘书要我和姬儿入燕国为质子。秦王尸骨未寒就欺辱你们母子，这个女人的心怎么这么狠毒？天不灭我芈月，义渠君不必为我担心。岳公主，你跟我走吧。去哪儿？
你跟我回义渠，我做大王，你做王后，我保你跟孩儿一世安稳周全。这种话不说也罢。你不相信我说的？我这就回义渠，把东陆公主送回娘家，以后我义渠后宫全由你一人说了算。你真是没变，还和过去一样，连打劫的方式都一样。你还是那个义渠王。你也没变，你仍是我心目中的那个月公主。时移世易，你眼前的这个女子，和你从前认识的那个女子，早已不同。有什么不同啊？就因为你做过秦王的女人，我不在乎。我说的不同，不是这个。那是什么？你对我挖心挖肝的好，期望我成为你的女人，可我却有别的心思。你想要什么？我自己的命，我想自己做主。自己做主？这如今乱糟糟的世道，一个弱女子若想活，只有靠男人。我芈月前半生都靠在男人身上，这剩下的日子不靠也罢。我不让你走，你得做我的女人。我不想做别人的女人，你松手！我不。10几年前你就松过手，这次你还是会松手的。芈月，谢义渠君高义薄语，不管走多远，我都不会忘记。在我最无助的当口，曾有人说要带我走，要带我的孩儿如亲生骨肉般疼爱，并承诺给我一世周全。这些话足够支撑我走很远很远的路。好吧，若有一日你需要我的时候，就朝义渠的方向冲我招招手，我纵马即刻就到。月公主，月公主，五位将军。月公主，这是我们大王给月公主路上用的盘缠。燕国寒冷，这些皮毛带在身上，月公主也好做些衣裳穿。代我多谢你们大王。好。夫人，这么多财宝，义渠王可真是出手大方啊！是啊，义渠王可算是雪中送炭呢。会后把我们从宫里两手空空的赶出来，就是想让我们饿死、冻死。如今有了义渠王送来的这些东西，可算是救命了。母亲，他这是何意？没什么机会，天底下无论多少钱财，都是能偿还的。那世间之物有什么不可以偿还？情分，这人世间最难偿还的，就是情分。
继儿，好了，继儿，好大的雪啊！这个地方好冷啊，我手脚都冻僵了。人家公子季都没有寒冷，你却先叫起来，丢人。是很冷吗？都冷到骨头里去了。公子，你冷不冷？婆婆，这燕国怎么这么冷啊？这燕国呀，就是以寒冷闻名的。还记得你魏冉舅舅小的时候，最盼望有一天能到燕国看冻掉鼻子和耳朵的燕人。亏得有一曲王送的这些毛皮，不然的话真要被冻死了。哎呀，慧儿的头好烫，怕是发烧了。我没有发烧，我就是觉得浑身都没有力气。来，我给你搓搓手。继儿，不会啊，姑姑，还是你盖上。心着凉了。没事，继儿的手热乎着呢。好在继承已经到了，到了夜晚就给慧儿找医者。夫人请，公子请，将军请。夫人，我们为您准备了上饭。这附近有医者吗？有，医馆门口就有一个行医的医者。夫人需要，小人马上叫人去请。有劳了。夫人这边请。哎，将军，您在那边。看你这一身的血。啊，这好冷啊！这里比咸阳冷多了。是啊。对了，婆婆，刚才门前路过一条好大的白狗，像小牛犊子似的，把我吓死了。我拿雪团砸它，它竟哗的塌了一块。原来它从雪堆里钻出来的。这就叫黑狗身上白，白狗身上肿。这孩子手冰凉，穿得太少了。婆婆，这已经把能穿的衣裳都穿上了。说起来，秦国也有雪，但这么大的雪，别说是继儿，连我都是头一次见。这冰天雪地的，大公主嫁到这里，真难为她了。杜锦他们明日去递交国书，后日正好是初一，要开朝会，想来大公主如今该称是议后了，她会很快知晓我们到了的消息。是啊，你和义后也有好些年没见了，继儿都长这么大了，你们一定有得聊呢。哦，义渠王送的皮子里有上好的貂皮，这2日我赶紧给继儿做一件皮衣。小孩子喜欢在外面跑，身子又弱，免得冻坏了。天色晚了，继儿也该睡了。继儿今日还没有读书，我问过医馆的人了，这里连笔墨都没有。明日婆婆带你上街市买些笔墨竹简回来。姑姑，你带着继儿先歇息，我去那边看看香儿和慧儿。夫人，这屋子简直住不得人。我明日想办法给你们换一间好的。快躺下，慧儿。驿馆的房钱好贵，夫人何苦破费，在这儿过日子，花销不少，手头上的钱财还是该细水长流。明日我多打些浆糊，仔细糊一糊，然后再点上个火盆，应该是能暖和的。刚到燕国，你们2个就打算做我的主？香儿不敢，香儿只是想，不该花的钱咱们就不花。
夫人别过来，在路上是没有办法。如今到了驿馆，你还是离我远些好，免得过了病期给您。再说这样的话，以后这屋子我也不来了。你们更别去照应我跟继儿。夫人，奴婢不敢。夫人恕罪。慧儿若是不能伺候您和公子，还是病死的好。夫人也不用太牵挂，那医者说了是风寒，再吃几服药就好了。来，放下。国相夫人，这是惠后给您的礼物和信。舒妹妹真是有趣的很，劳烦你回去转告惠后，这事我一定办得妥妥的。其实她何必这样客气？这件事我比她还上心呢。照理说，国书都递交了3日了，大公主若知道了消息，该派个人来送信儿的。我也是觉着蹊跷，或是那国书还没有送到大公主手里。都说这燕国名义上是公子直做燕王，但因为年幼，实际都是国相郭伟大权在握，国事都是由他说了算。要不再找杜景问问，他到底是秦国派来的使者，应当能跟燕国国相说得上话。别指望那家伙，他本是势利之人。哎呦，你们燕国冬天一直如此吗？是啊，燕国的冬天很长很冷。好，那我告辞了。将军慢走啊。哟，多谢多谢。那边的人知道应该怎么办吧？将军放心，小人清楚，小人清楚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哎，将军慢走。嗯。杜将军，杜将军，您去哪儿？喊什么喊什么？喊什么呀？哎，杜将军，喊什么喊什么呀？人家杜将军是秦国的重臣，岂是一个小小侍女呼来唤去的？杜将军是秦王指派护送夫人和公子季到燕国的使臣，他要离去，总该跟夫人说一下吧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杜将军是护送夫人和公子季的使臣？是。难道你们此刻不在燕国的继承吗？这人都到了，国书也递了，人家还不走，难道要杜将军在燕国给你们养老送终啊？可是杜将军，可是什么呀？你们出来是做质子的，何为质子啊？纳质为压，无论谁做了质子，那都是福过灾生。质子是筹码，但是总在有用和无用之间，最后啊，弄不好成了弃子。嘿嘿，日子一久啊，有时自己母国的人，哼，比别人更盼着他们快死。在这儿指望别人拉你们一把，我看倒不如赶紧回屋焚一炉香，自求多福啊！哦，冷啊！夫人，怎么了？杜金跑了。跑就跑吧，这种蛮心昧己的龌龊小人，少了他耳根更清净。可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才能见我们。杜锦递交了国书，却杳无音信。照理讲，他该知晓我们来了。
就怕中间有人作梗。是啊，杜锦他们走了，这驿馆里眼下就只有我们5个人了，这该怎么好啊？米叔就是存心要我们在燕国无依无靠，走投无路。我们虽只有5个人，但都是心贴着心的。人若多了，中间却有杜锦这样的势利小人，我还不放心呢。月儿说的是，我们再耐心等2日，只要驿后收到我们的消息就好了。可是夫人说了，中间有人作梗，总还会有别的办法。香儿，你去给那奕成再多送些钱财，让他帮忙想办法。我再写封信，让他直接送到宫里头去。当年梦莹在韩国那样孤立无援，都有办法通过苏秦把信送到咸阳。同在蓟城，我就不信梦莹与我竟能音讯隔绝不成。你是驿馆的驿丞，小的正是。若不是我让人在宫门外盯得紧，你就把信送进去了。小的不敢，小的不敢。哼，你是2头拿钱，2头办事，对吗？哎呀，小的该死，小的糊涂，小的是被那猪油蒙了心。那封信呢？哦，在这儿。钱财有用，脑袋更有用。脑袋要是没有了，钱财也就没有了。你可要想清楚。小的明白，小的以后只听夫人的，绝无2言。往后他的钱，你只管收着，有事就禀报于我。是。起来吧。谢夫人。回驿馆见了他该怎么说，不用我教你吧？夫人放心，这个事情小人知道。那就好。多年不见那个米夫人了，听说她在秦国先王那儿得宠得很，如今是何等模样？这个秦国先王果然眼力不差。闵夫人虽然不是说什么国色天香，但也是娉婷秀雅，风采照人。那身边的人儿一个个是清丽脱俗。但是他们和夫人比起来，那只不过是暗淡烛火，岂能与日月？行了，把这套话自己留着吧。既然那位米夫人风采照人，那就该让她知道，这里是燕国，不是秦宫。她的狐媚，帮不了她什么忙。是。下去吧。小人告退。韩五爷，韩五爷，韩五爷，你把信送了没有？宫中可有回复？不好意思，多喝了2杯。慧儿姑娘放心，这信我已经递进去了，那些门吏都收了我好多礼。慧儿姑娘，这一有消息，我立马就通知于你。五爷醉了，我明日再许您说话。呸！生气个屁呀！看你还能撑几日？韩五爷。慧儿那丫头，我怎么好几日都没有看见她了？慧儿她忙着呢。韩五爷，你又喝多了。哎，韩五爷，宫里有回音了吗？宫里？你也是刚从秦宫里出来的，知道这宫门深似海，哪是我等能够轻易出入的？我已经叫人把信给递进去了，那算是完成使命了。至于这回信嘛，
你放心，小的自会悉心打点。你呀，就等着听消息吧。啊，嗯。怎么了，姑姑？这一成天天索要钱财，拿走了那么多钱，可那送出去的信就如同石沉大海。这一成靠不住了，还是我自己去吧。外面天寒地冻的，夫人应当顾及自己的身子。若是染上风寒，该怎么办呢？要不我和你一起去？还是我和香儿一起去吧。姑姑和慧儿陪着继儿，我们尽快回来。这儿，都扫干净了啊！哎，好。别把我划走了。哎，夫人这是要外出吗？是。要不小的给您派辆车去？不用了。哎，那夫人慢走。你过来，我去国相府报个信儿。我猜他们要去宫里。是。为王建国，遍方正位，体国经也，设官分职。韩五爷，慧姑娘，我没有其他的事情，我就是来看看公子有什么吩咐。这炭火烧得可旺啊！谢谢韩五爷关照，这炭火烧得正旺呢。哎呀，甭跟我客套。我这驿丞虽然官儿不大，但是在这驿馆里头，我说话还是算话的。慧儿姑娘，有事尽管吩咐。那是当然，只是眼下无事，还请五爷自便吧。哎呀，慧儿姑娘，这，你有所不知吧？就是怕冻着夫人和公子，我让人给你们用的炭是驿馆里头最好的，相差好几倍价钱呢。你看我这一番心意的，该如何报答我呀？啊，该报答的时候，我们自会报答的。此刻公子在读书，就不劳驾您了。慧儿姑娘，不劳驾您了。那个慧儿姑娘，不劳驾您了。慧儿姑娘，站住！干什么呢？我们是秦国质子派来的使臣，请问我们公子呈给大王和义后的信，可有消息回复？秦国没有。前些日子驿馆的韩武可有送信进宫？不知道。这么说，那韩武可能从未将夫人的信送进去。这夫人刚才要是不说呀，小的差点忘记了。这秦国质子的信函，还真有这么一回事儿。多谢君爷想起，但不知宫中可有消息回复？这可就不好说了。如今大王政务繁忙，这不打紧的事情日日都有。至于什么时候回复，就不好说了。义后身边有一位心腹女御，名叫青青，我与她有旧，不知可否行个方便，帮我传个话给她？既然夫人和这女御是故人，那就好说了。就不知道这夫人要传什么话给她。凡将此玉佩转交给女御，就说故人在驿馆等候消息。好，夫人，您就尽管放心。有劳了。若能收到回复，另有重谢。夫人您太客气了，放心，
我一定将您的话带到。多谢。哎，不谢不谢。天气不错，兄弟们辛苦了，辛苦。瞧瞧，值多少钱呢？好小子，发财了呀！发什么财呀？就这点小财，那算什么呀？你我都是兄弟，有财咱们大家一块儿发。值完这班岗，你我一同去国相府领赏去。有这好事儿？这位米夫人真是出手阔绰，金银玉石源源不断，也怪秦国惠后过于厚道，居然能够让他们带这么多钱财上路。听秦国的杜将军说，是他们离开咸阳的时候，有人奉送的。到燕国来做质子，一路既有兵马护送，又有人奉上珠宝，这是何意？向我们燕国示威？这也太没有规矩了！既然是来做质子，就该夹起尾巴做人，还想飞扬跋扈，真不知天高地厚。夫人说的甚是。你说他的好日子是不是该到头了？夫人说到头了，那就到头了，让他们尝尝苦日子。得秦王恩宠多年，喝蜜糖都不觉得甜了。这回我倒是要看看，那位米夫人还有什么本事翻身。小的，这就回去安排。季儿，来试试婆婆给你做的新衣。好暖和呀！明日我就穿它出门，再大的风雪我也不怕了。是不是大了点儿啊？不大，今年略大些，明年就正好了。到了后年，说不定就短了。那也是，小孩子家的，这衣服呀，永远追不上他们的个头。季儿啊，婆婆是又盼着你长，又怕你长。等有一日你娶了亲，婆婆也算是放心了。季儿若是娶了亲，就让媳妇侍奉婆婆，给婆婆做新衣裳。好，为了季儿这句话呀，婆婆一定多活2年，等着享咱们季儿的福呢。
烧坏了。没有，不，行医在这呢。衣服好着呢，一点都没烧坏。那就好，没烧着心意，继儿就动不着了。继儿不要行医，继儿要婆婆。那心意能为继儿遮风挡雪。婆婆老了，没有了。姑姑为月儿母子遮风挡雨几10年，月儿不能没有姑姑。姑姑一生的亲人就你们姐弟亲人，姑姑又何曾舍得撇你们而去啊？姑姑好好养病，姑姑要留下，不能走。月儿有了你，才有主心骨。能自己做主。我不要，不要，我宁愿自己死。不许你这么说，你该知道，要入儿小人的，能活下来要多后宫你死我活。心里不知分。继儿，婆婆累了。婆婆谢谢我。继儿好孝顺，可惜婆婆再也穿不上继儿媳妇做的新衣裳。婆婆，婆婆，婆婆，婆婆。在奴婢的屋子里，夫人如何打算？尽我们所有，
万千言书，却剩得一缕孤独。春花开谢，秋草又枯，盛衰荣辱，如何细数？泥水暖，渭水寒，换不回一人入骨。尝尽悲欢离合人间苦，却怎么咫尺天涯陌路？去倾诉是一度，去情再相负。愿为你平静柔情傲骨，望尽相思红颜凋零处。我只愿与你朝朝暮暮，爱如心，恨如骨，生死再相负。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，愿为你永生永世